員工 MPF 賺錢等於幫老細慳錢。作為老闆嘅你，忽略呢一點，隨時令你損失過百萬。大家都知道 MPF 老細要供5%，一年總計即係員工月薪嘅60%，而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計法係月薪嘅2/3再乘以年資。喺呢度就會出現咗一個問題，就係老細俾嘅 MPF 永遠唔會大得過遣散費或者長期服務金。咁點解有公司可以做到完全對沖，1蚊都唔使再攞出嚟？原因係對沖制度下係以 MPF 嘅累算權益去計，即係大家熟悉嘅本利和而唔係本金。舉例 A 嘅月薪係21,000蚊，假設做咗5年都冇加人工，僱主 MPF 總供款本金係63,000蚊，呢一刻嘅遣散費係21,000蚊乘以2/3再乘以5等於7萬蚊。如果 A 嘅 MPF 回報係0%，對沖完之後佢嘅老闆仲要額外攞多7,000蚊出嚟補翻個差額。但如果 A 用心打理 MPF， 最終賺咗20% 嘅話，就會變成75,600蚊，變相可以完全對沖晒遣散費，唔需要再額外俾錢出嚟。咁你諗下，如果 A 嘅 MPF 蝕咗20% 會點？佢嘅老闆就要攞多19,600蚊出嚟，所以員工 MPF 賺錢其實係幫緊你慳錢㗎。取消強積金對沖之後，僱主仍然可以對沖5月1